丙年農曆3月23，馬祖娘娘千秋寶誕。本會多謝各位莅臨出席，欣賞由香港德威劇團演出嘅神功戲。這場馬祖誕嘅慶典係馬祖信族嘅重要嘅儀式之一，在世界文化遺產嘅馬國廟前舉辦，並以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載體，足向世人展示澳門嘅驕傲。首先係澳門級嘅非遺竹棚工藝，氣棚合立於馬廟前，支撐起來表演藝術與數百人觀賞嘅空間係好難得嘅。世界級嘅非遺粵劇名伶演員樂師為演戲酬塵，華服盛裝嘅精彩嘅演繹，正是我們國家級非物質世遺代表嘅保護單位。澳門馬國水陸演藝會在本人陳建全嘅帶領下，擔當了傳承和弘揚馬祖信族文化嘅重責。為了更好向遊客和外籍人士推廣這份文化，我們今年增設了英文戲條和首次設計本會嘅文創紀念品，希望讓馬祖信族文化能夠更多樣嘅形式走進生活。本會今年演藝賀誕活動繼續得到澳門特區行政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、澳門霍英東基金會及澳門日報讀者基金會贊助，一如既往，由護士集團協辦，永遠榮譽會長胡順軒先生每年都鼎力贊助我哋嘅10萬元證。多謝各位永遠榮譽會長、榮譽會長、名譽會長、顧問、馬國街坊善信大力嘅支持，使今次活動能夠順利開展。我再代表本會多謝各位，向大家表示衷心嘅感謝。現在有請蔡甜甜女士為我哋致送嘅，我哋再次俾甜甜嘅掌聲啊！有請永遠榮譽會長李子莊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兩位。現在有請永遠榮譽會長胡車賢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。許之蘭女士接受金牌，亦有請副會長趙成慧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兩位。再有請榮譽會長李連生先生為我哋致送。送紀念品俾我哋戲班啦，咁為咗多香港德威劇團嚟臨澳門啦，為我哋傾力演出啦，為阿馬演戲啦，咁我哋就有紀念錦旗嘅，咁送俾各位大老倌啦，用嚟做留念嘅。咁首先呢，就致送俾香港德威劇團，有請陳建全先生為我哋致送，亦有請阮德文先生代表接受嘅。
長胡車賢先生致送。有請永遠榮譽會長簡國龍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。咁有請副會長趙成慧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。有請副監事長冼志陽先生為我哋致送。有請榮譽會長歐維士先生為我哋致送。